新竹县市甲苗栗县即马为着要来增加交流，所以三个县市是特别来设全国第一个跨县市区域的青年交流平台，或者少年人会当以在地经验互相来分享，为家乡做出创新的地方特色。分享家己所带的地方文化特色，来自竹竹苗三县市，拢总128个少年家，利用青年交流平台。 希望透过互相交流，提出不同款的想法，再带去故乡协助发展地方特色。不管是这个交通的部分、经济部分、建设部分，还是环境，甚至是文化，相信有好的意见，嘛有这个好的活动，咱大家共同来打拼。透过少年的想法甲内容来转变这三个县市的互三个县市会使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足侪建设啊、交通啊，其实咱拢做伙咧生活，所以咱少年呢会当来遮交流，提出一寡意见，互转去甲县政府啊、市政府啊、县政府做交流。活动佮安排大家参观米粉厂，了解制作过程甲文化，互少年人体验做米粉。竹竹苗三县市是生活共同区域。 为了增加交流，特别成立全国第一个跨县市区域青年交流平台。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少年人创新想法，来协助竹竹苗产业发展。想要让三个县市的青年朋友，拢会使互相来交流，互相来熟悉，来了解咱在地产业，会使把咱因所看到的、所用到的、所感受到的物件，拢会使带转去因的县市内底。 啊，互相去讨论讲，市政会使安怎推动，会使安怎改善，会使安怎改变。主办单位指出，未来按算每半年得举办1摆青年交流，透过不同的在地经验以及想法，增加合作机会，也提升少年人对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